歡迎大家收睇2026年8月9號星期日德國同埋法國越洋轉播賽日嘅賽馬貼士。嚟到德國霍柏加滕馬場，賽事編號 S2 嘅第一場，即係當地嘅第4場，香港賽馬會全球匯合彩池錦標草地16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馬匹參賽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1號數碼代幣、2號注目新丁、9號河面影月同埋14號蘇玲娜。賽事編號 S2 嘅第2場，香港賽馬會全球匯合彩池潤賽草地20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馬匹參賽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0號爽日飛、2號喜德寶貝、1號阿森特公同埋5號桂林山水。賽事編號 S2 第3場，霍柏加滕黐馬錦標表列賽草地18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嘅黐馬參賽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遊風送爽、3號聚沙成丘、5號好勝公主同埋10號名莊麗酒。嚟到法國多維爾馬場，賽事編號 S3 第一場，即係當地嘅第2場，2歲從未勝出馬賽草地1400米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頑皮小仙、7號天之信念、6號特洛蒂飛同埋9號冬雪後。賽事編號 S3 第2場，第一班養賽草地1600米直路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馬匹參賽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晨早美點、13號大一支、2號有局美湖同埋10號奧運理念。翻嚟德國，賽事編號 S 嘅第4場係德國當地嘅第8場國際級賽柏林大賽草地2400米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馬匹參賽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全球安康、7號提豐麗、1號國王力功同埋6號以浪花。賽事編號 S3 第3場三級賽大芙利錦標草地1600米。呢項賽事係只限本年度未勝出過2級賽嘅3歲馬匹參賽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8號遠天風、11號塞納河畔、4號夜幕少主同埋2號食健。賽事編號 S3 第4場，
一級賽紀爾斯特賽，草地1300米直路。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馬匹參賽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偷偷問、10號國師奇蹟、12號純愛同埋6號專長。賽事編號 S3 第5場表列賽，圓環錦標，草地1000米直路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8號星榮、7號遊四方、10號順麗步同埋1號霸圖星。賽事編號 S3 第6場表列賽，月影雲霞錦標，草地1200米直路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4號極眼絕卡、2號海與天、3號明顯十足同埋12號日足。今日嘅每場賽事嘅預計開跑時間係香港時間凌晨0時25分。賽事編號 S3 第7場，即係法國當地嘅第8場第4班樣賽，草地1100米直路。呢項賽事只限4歲以上馬匹參賽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4號幸方鎮、1號爸爸的愛、2號洪陣風同埋8號森巴起飛。